哎呀，你看，我抓到了。瑞森学长，感谢我留记迄箱。迄强创的哦，也较唔强的哦。老人家就看我按久的，一枪我按强的。抓到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抓。我自己抓，妈妈规定的，我要守规矩。时间到了，我不守规矩。乔乔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担心，你很乖，没事的，好吗？嗯。我不乖，我不守时。哈口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街。上班一条走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无从就无风，当当当当。嘿哈口中，当当当当，嘿生活中愛樂唔愛交錯，當當當當，莫強用，當當當當，眼曉得溫暖在心中。年前盼年梦。我送出去衝動，寒天不迷茫，打爆了自家的希望。無偏就無法，當當當當，嘿哈個中，當當當當，嘿手個中錯。錯假錯，當當當當，嘿哈口中，當當當當，嘿手口中愛流灑在心中。And you can have it。乔乔，半小时游戏时间到喽！爱摔动作诶。还呀。中午的时间到诶。还呀。时间到诶，你看，游戏时间半小时，时间到喽。睡觉。还要玩，拜托。睡觉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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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有菜去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乔乔，你不是答应我要跟我配合，不吵不闹吗？因为呢，啊？不要。好了好了，怎么啦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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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了怎么了？哈？半点钟哎！哎呦，今用要点啊个半点钟4分钟啊？古时候系怎个搞起啊？伊做台北，那个事情就要有时间观念。乔乔，你是不是答应过我，要守规矩，不可以任性？啊，没关系啦，来，外婆陪你玩好不好？哈。妈，你个搞起规矩，按种记，叫我搞唔清楚。我懂啊，讲的发某重要，李某，儿童心理学指出。莫讲呀，哎，汤姆斯，爱抢伫佢汉细，爱搞起规矩，要分起时间啊。做嘛个事情，爱照伢个计划啊，佢又唔免伢个创诶。
爱指甲妹，爱指甲膏。错，爱指甲个妹，爱指甲膏。起来，来睡觉。哎呦！你又好了，该出去。用外地啊？还忙衰么？每年哦，无吃东西，我娘买水落高啊。爱太耶，指甲为照顾指甲。半夜是人饭呐，听讲都市通，都是又爱麻烦爱。唔坏，爱就好杀人饭。3分钟都做唔得等下。安子噻。我娘会做，我无意见呐。不过做人家个阿妹哦，爱做好用的吼。好啦，爱弟耶。硬八拽，啥意思么啦？我去暖堂一下就好，哈。是啦。给你吃。啊，就好了，就好。哦。安子噻哦。唔咩还忙衰？算唔摕啦，都几哦？伊是咧，因为杨英泰。臭英泰，明明就有看到俺的讯息，不回，唔知这个做嘛？传毛该分给，这样来看。选就会自拍，拜托，你给杨英泰呢？相片再个等一下，有咩唔爱，有咩个好发？黑毛咧，做得传这位有兴趣的东西啊，比如讲，从来。从的老爱，totally separate。依明姐，唔懂妒忌哦。原本呢，机船。哈？徐瑞成，无喊哈。哎，来，走。你走。好啦，来就好诶。安子谁哦？哎呦，要出教哦，拢爱听书，什么安子谁诶？阿姨，唔使客气，我啷讲哦，开学以后，我还会回来。唔是麻烦啊，
老太后图毕业才较重要。阿姨，你等过移民节，爱照顾佢，爱照顾巧巧，硬要买照顾。阿姨，有用的冇？哎呀！徐月成，按乖哦吼，来，你来上任吼，总挨来的好无？哈？上任？来的。阿姨，做唔得啦，安尼硬真经变做移民节露台的。阿姨，你迄本爱软钉子哦，暗示俺妈老移民节穷下。你对移民按整形？当然啊。移民爱冇给你点冇？移民嘅艰苦点冇？唔去最好哦，讲整形就有用嘅哦。阿姨。Meda only the hamburger。阿姨，你看，俺一下开始学法文诶。就算移民节，我也去法国，我去天数，也冇问题。大作，食汉堡。妈，哎，移民节，唔用诶。学成。上尾讲巴黎嘅片对调查报告提到的6点流胸竹节虫动用兴趣，也要出钱本人去树冠平台，顺便做大规模调查。学成，你还讲咯哦？走，妈，什么？还有冇做乜嘅？什么推外暖饭菜哦？暗用哦。啊，走，我去打电话本阿年说。Muffin stew，muffin hamburger。树冠平台我开始搭的。爱堂小朋友讲，系上老巴黎官方正式签约，5年的合作计划从3月开始，耶！按欢喜哦。今我要去法国了哦。姐，你真已经爱去哦。小屁球，也在乌鸦子。哎，骗你的啦！唔都带希望嚟到研究冇？那个，你去法国当初在做研究，我当然支持。不过法国嘅片有刘尚伟，咩嘿？我说也5年，唔就好好伫台湾读博士班啊。李明姐，我一直想问你，老刘尚伟到底係乜嘅關係啊？唔咩用牙 ID 老佢共同到嘿，男朋友。歹勢啦，驚唔到到底係乜嘅關係？佢係巧巧嘅爸爸。哦，錯啦！法國、台灣嘅昆蟲學者，我用我冇想到啊，我不掂哦。真經行戇哦。明姐，你怎麼解唔愛老外地有講劉尚偉係牙前夫啊？你
都冇结婚，姑嫂鼻腔黑，前男友。做嘛该冇结婚？多年就冇限其他，就冇去谈的啦。今日做得每唔两啥，做嘛该分手嘛？哎，喂，尚伟，是啊，搭的差不多了，准备要开始了，没问题。跟我们大学之后那个高度一样。对呀，你放心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一摆树冠才研究，我一次挖到我喺皮登移民节比送一片铁块人，冇想到，佢当红做出一个人的个等，刘尚伟，树冠城上的贵族，哼。学成，出生年同出哦，那唔好出去讲哦。哪有？俺开。哦，要在外面懂成一出天样哎。哦。哎呀，我俩骨头。哦，李明姐，那就很忙冲动了。时间到了。妈咪要去做事。要守规矩。好乖。要守规矩。李明姐，你有想过冇？唔了手照诶，有人阿姨要当故事。你是谁哦？你暗号交朋友那个故事。不过，有人阿姨。等佢好耐，带文干联。哇，巧巧总算把马名做出来了，好棒哦！明明姐，瑞森学长老巧巧讲，奶棚会做出漂亮的窝，照顾 baby， 出人唔通用。学姐，冠强，真经动该虾米？亚经理的华安斗时间，老爱推出才机。辛苦你了。
我们云珍小朋友唱歌好不好听啊？好听。那我们给他们拍拍手好不好？谢谢小朋友，好，我们先回去坐了。好，那下一位是我们的谢雨乔小朋友，来，小心哦。哇，雨乔带的杯子跟蝴蝶好漂亮哦。那雨乔的志愿是什么呢？我的志愿是想当我的妈咪。我的妈咪很会做实验，很会抓虫，我很喜欢它。这是我做的泥糊风。时间到了。小乔，没有关系，你看，只是手表的闹钟响了，你继续啊，好，很棒。小乔没有关系啊。我要守规矩。小乔，怎么了？啊？不要，我的泥糊风。好，没有事情。好，小乔乖，小乔乖。我要守规矩。好，小乔你很乖啊。好了好了。对我能参加说，野产富裕计划没谈清楚，一摆安呢，拄好都得做2个博士论文题目。万强，3号来，那法规联络就搞本了。不过，学姐，我真紧做得下。做得，该小心。学姐，安子说，那歹势。学姐，我要上忙，我先离。怡明姐，你老鸡巴搞不小屁强，又会放弃？唔要放弃，迄暂时休息。怡明姐，你听听个来，唔係生人啊，唔係牛奶，愛做啲老唔叫我講，你做啲老愛吐槽槽錯冇？唔可以再講一種話誒。悄悄啲幼稚園嘅嗰種用誒，沒看到誒。也就係自己本醫生講，有亞斯伯格症開始，來當年全面對師生。但爸就講，你壞脾氣，唔過做啲脾氣久誒，一多年，一多張年，還係一多年。那係有你，你卻也辦呢，轉身去做啲走。唔過佢一生年就會捱咩誒，係捱愛考一字。愛啲，愛會對唔兩啥負責。要講一種話誒，幾唔想談乜嘅？講唔開分鐘誒，上次我正經。怡明姐，你做得發現愛，不過最末唔應該相信自家。你給用死下來，樹冠層的美麗，是你讀昆蟲系的原因。你一下要做得開始做研究誒，一種熱情，聽說會堅持下去，好冇？我看過樹冠層的你，是有啲嘅片講以為冇誒。怡明姐，怡明姐，你等來啊！怡明姐，
我会继续去哦。怡文姐，我继续去的，唔该。哎，好动了，作的。好了，所有人库听好啊！原谅我，来，我没事情了。来，做嘛该大摆就要做那种事情。安尼，我还做得上心哈。你安尼，唔怎会关心我。我还再搁参爱的事情好无？我唔想再搁看到你，因为我出丧。我讲过，我亲想做的，迄完成夜嘅盛宴，迄讲夜盛宴，迄做100分的复杂老妈咪，我做得老唔完成。大家就吃当然意思唔得，无认真想过未来，唔讲唔对么？大摆，我讲爱照顾唔老悄悄的时间，我很认真的。硬摆你会发现，你讲遐条认真的想法，老鬼巴，其实像系发生伫太好地度的一段故事。有一年，你会天天下来，讲你去改人生。莫该听贴，我无需要，我无想留其他个强用，发现七个人的无多的，无办法好好把握人生。我有动多的爱，做得本。韩讲我唔想消费，对我来讲，切出家的办法，就会做支持你的介绍人。过几年呢，俩想法外变，但你看过介多事情，多时间。就不见得会想做个啥人。怡明姐，我爱唔长久的，你讲也系一场研究，也已经用时间证明，10年来，我无变过，唔系。迄讲唔知道，10年对你来讲还唔拉长。今日就用我下半生意做本款，好冇？我许瑞成，听说我的黑皮灯写移民都签名1年1年。好久不见啦，尚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的键盘男友叫我过来的。你该不会就是许瑞成吧？来了怎么没通知我？你的行李呢？行李已经放在民宿了，而且一大早我也去跟玉涵阿姨打过招呼啦。她说你送雨乔去学校了。我想说先过来看看平台，就自己先过来了。啊，对了，需要我扶你吗？不用了 ，Thank you。不好意思。
你刚才干嘛在上面偷听我们讲话？挑事哦！我哪有偷听你们讲话？我在平台上专心的做观察，根本就没有发现你在下面。最好是。是真的，上尾他一专心起来，什么事情都不管了。那还真可惜哦。我刚才正在对以明姐表达我满满的爱。哦。You love me? No. OK。听不懂。李明说你不是她男朋友。对了，上次那句话你后来搞懂没有？说我是胆小鬼，保不到妹。你脏黑啊Je veux vous, baby。呀，还用诶？我比他唔少。好啊，来比啊，猜拽字，听不懂了啊。哎，明明啊，你看那平台跟我们第一次搭的时候一模一样，高度都是一样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李明姐，脚好痛哦。因为喏，出差哦，我看。你尿吗？你真的很无聊哎。喂，明姐。善伟啊，那个我上次去百货公司有看到拼图啊，我就想到你喜欢拼图，我就买了。本来要寄去法国给你的，没有想到你回来了，就给你。怎么那么好？一回来就有礼物可以拿，而且没想到约翰阿姨还记得我喜欢拼图哎，谢谢约翰阿姨。立刻就打开哦，哦，老师很穷庸啊，跟以前一样哎。喜欢的事情啊，就要及时去做嘛，不然等下一次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明明，今天雨乔放学，我可以去接她吗？方便啦。他的状况，我想你也听我妈说了。你现在对他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，我不希望你影响他的社交表现，还是不要了吧。聚会啊，悄悄就交本爱来照顾。他们说听不懂，还想当客家女婿。徐瑞成，唔好万用啊！不知道客家话可以学啊。明，就让尚伟跟你去嘛，你在那边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对不对？妈，不管，哦，自己处理啊。我有从法国带了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，放在我的民宿房间，我去拿好了。姨姐，等一下，我去接悄悄。唔是啦，来去家去。哎，上位唔好骗天数。哦，今爱偏偏爱。
奶奶爱。奶奶爱。来。李明姐，这面茶。啊。嘿，皮咩拿退休的？错啊，拼图出版社呢。又来，哪一看呐？李明姐，爱去。唔讲你叫。唔怕啦，爱去。哎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做标本啊，还能干嘛？不是有人说要回民宿拿礼物吗？对，我去拿了，然后经过仓库，然后就发现这个，然后我又来了。李明有生气吗？李明姐说，她一点也不意外。其实我也没有耽搁很久时间吧，不过才2个小时。拼图都拼完了。2个小时，你们才把拼图拼完啊？动作也太慢了吧！2个小时我都已经完成展示昆虫的标本了。哇，真劲耶！有啦强诶！我想，你把重点放错了吧？我这个人啊，就是这样，只要一专心起来呢，就很多事情就会忘了。所以以明才会觉得我不适合当雨乔的爸爸。当年亦是不告而别，把女儿从我身边带走。你在说什么？以明姐把你甩了？不然你以为我是负心汉？哦，你该不会是以为我是因为雨乔得了雅斯伯格症，所以就抛弃弃女？正好相反，是以明不要我的。或许他认为要同时间照顾2个活在自己世界的人，会很累吧。所以我这次回来呢，其实也是想要向他证明，我不但还深爱着他，而且我也有足够的能力能够照顾雨乔，当个好爸爸。
用甲啥？刘尚伟战斗力特强诶，哪我应用会留去边啊？你是谁哦？学姐，你就黑吃回头草的人，是兵去养一班诶。不过刘尚伟咩迄悄悄的爸爸诶，咩养一班错吗？不过悄悄甲应啊。563沙拉差多诶。迄物爱着来天数含喙。错啊，又发现爱白脚诶，做嘛该爱来也接住。因为我有创业的人生态势，爱人533讲。乜嘅态势啊？等下就啲嘅。臭嘴太，臭嘴太，你转句讲有人生的太事情，我老缘条讲。乜个事情我老爱着讲。按叫当转来，听说迄条蛇什么？歹势啦。哦，你转句要关心诶，臭嘴太无简单哦。 563，我按状况外做得冇。嘅状况内都在迄物解啊？就是我有男朋友诶。对基本的开始，通过观察期，係郭家靖的男朋友。真嘅？这马英丹啊，是黄裳凤蝶最喜欢的蜜人。而黄裳凤蝶呢，通常都会在清晨出来觅食，幼虫以港口的马兜铃为食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它种下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可以再看得见哦。雨乔他喜欢黄裳凤蝶，那你也知道，他的成长过程我也没有好好的照顾他，所以这是我唯一可以为他做的。 说句实话哦，我真的蛮想听到你喊我一声阿梅。我也想啊，但是我又没有好好的照顾以明还有雨乔，我哪有资格？事情不能怪你啊，以明的个性那么倔强，他要离开也不会经过你的同意。 其实我也不好了，那个时候我没有追回来台湾。不会啊，你现在就在这里啊，你在木林村呢，他会感觉到你的整形。约翰阿姨，我这次回来，外婆，哎呀，娇娇你回来啦！来，哎，这是爸爸。 喊爸爸。妈，第一摆见面，天天也来啊。哦。巧巧，来，你看啊，爸爸有种你喜欢的花花哦。
马英丹花好漂亮哦。巧巧，亚种花我想景风呀，巧巧中意景风呀，怎么？你看，爸爸从法国回来哦，法国，给爸爸抱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雨乔，爸爸手脏脏，等一下，马上吧。记手迄我甲他讲的，巧巧的爸爸刘尚伟。巧巧，瑞才哥哥。巧巧，你要不要跟外婆换个位置，靠爸爸近一点，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巧巧坐那边就好了。来，巧巧，多吃一点哦，多吃一点才会长大得快啊。巧巧最不喜欢吃丝瓜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家你最喜欢带给你吃，我们一起吃。巧巧，你最喜欢瑞成哥哥，对不对？那个自称说爸爸的叔叔嘞？哎，什么自称啊？我本来就是他爸爸。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没关系，我最喜欢巧巧了。妈，我这次来其实有事情想跟你商量的。哎，你们两个都还没有结婚，叫什么妈？哎，他犯规，他犯规，他犯规！对啊，你干嘛？你让他说完嘛。妈，我想要带以明还有雨乔去法国。哦。以明接了这个研究案，那就表示这5年他有很大的机会必须要常驻法国。但是我知道雨乔现在的状况非常需要亲人在身边陪伴，所以我仔细想过了，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把以明跟雨乔带到法国去。当然啦，如果妈愿意的话，非常欢迎你一起来哦。我反对。我也反对。好的。这个太突然了啊！去法国是件大事，需要从长计议啊。嘉景，麻烦你带巧巧送去。你知道诶，有咩事同意？
冠强，吃饱了呀？我啊，吃饱哎。吃饱。你还忙吃饱了。筷子。拍下。刘尚伟，你不能跑来我家随便提出这种要求吧？对啊，再怎么说，也要问过最喜欢我的巧巧吧。如果雨乔不想走，那我愿意留下，反正这个计划需要5年嘛。你是说这个计划可以在木林村完成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可以在仓库建立研究站，以明也可以在这里读完博士。有关这件事情，我之前就跟以明提过了。你怎么没跟我讲啊？尚伟是有跟我提过，可是妈，我还是比较想带巧巧去台北。以明，至少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让我可以证明我能当雨乔的爸爸。先跟巧巧熟了之后，我们再谈这个问题。吃饱了。我也吃饱。笑什么？我想到你第一次吊绳上高台，那个时候明明就很害怕，却又很逞强。而且那时候你还抓我抓得好紧呢，想不到现在已经熟悉到连一个人都没有问题了。人不长大不改变，岂不是太窝囊了？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现在不需要我了？李明，我是认真的，你真的不跟我走吗？当时你选择离开我，我没有怪过你，只是再怎么说，我也是雨乔的爸爸，我只是想多认识他。当初没有跟你说一声就走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道歉。其实没有我，你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。野产富裕成功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所以啊，你选择离开我，就理性上来说，你是对的。爸爸，那以后每天放学我可以去巴黎找你吗？你这样煞有感情的，假如这搭语聊上位，带去去法国啦。成人世界烦恼，这个不切实际，连长大小朋友是不可能懂的。学姐，我问，哎，你等会，我们一家3口终于可以在法国重新开始了。
娘没得讲。